在你中一个深
耶稣的生命，我们一起来。
要依靠他。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常常存着一颗谦卑的心，认识神的话语，凡事来求问他，领受他的指示，领受他的启示，好让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来与神相合，来与他建立更多亲密的关系。宣算，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圣灵此时此刻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更多向你的祷告，更多向你的依靠，让我们凡事在做任何事情前，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理性的思考，我们应该单单的交托在主的手中，不要假借他的名义来做我们心里想做的事情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愿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